當長者懷疑身邊人加害自己，甚至失去對屋企人嘅信任，家屬往往感到無力。但呢個時候重點唔係說服，而係陪伴，應該以同理心去回應情緒。例如，你一定感到好不安，我哋會陪住你，避免直接否認。等長者情緒穩定之後，再溫和澄清，切忌強迫接受。照顧者若果長期獨立應對，容易身心俱疲。建議及早安排外傭或者上門護理支援，定期分擔日常照顧工作，不僅可以減輕負擔，亦都可以提供更穩定嘅陪伴，有助情緒安撫同信任建立。必要時應該諮詢精神科或老人科醫生，評估係咪涉及早期失智或者其他精神健康問題。若果剛聘請外傭，亦都需要注意其是否具備同情緒化長者相處嘅經驗，並提供清晰指引同支援，避免照顧過程中出現誤會或者衝突。Care Club 萬恩提供專業上門護理服務同埋具經驗嘅外傭，按長者需要配對合適人選，協助家人建立有效照顧節奏，減輕照顧壓力，俾長者喺熟悉嘅家中安享晚年。